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5月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胡适走势还是不错的，从盘面看，几大指数出现了放量上涨，创业板还创了10年新高，科创板指数也大涨5%以上。截至收盘，沪指涨1.17%，深成指涨2.33%，创业板指数涨2.75%，并且沪深两市成交额突破3万亿，达到3.23万亿。科创50指数涨了5.47%，创业板又创10年新高。节后第一天，胡适可以说是放量上涨，而且量价配合看上去还可以，一共是3889家上涨，1481家下跌，涨多跌少。当然了，不光是胡适在涨，全球股市都在涨。美股的这个纳指和标普500又创历史新高，韩国的综指也创了历史新高。所以说全球股市给人感觉已经完全无视特朗普的存在了，已经走出了特朗普这个魔咒目前好像是不仅走出了特朗普行情，而且也无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现在全球有2场战争，而且都是大国，一个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一个是美伊对伊朗的。在这种背景下，场战争地缘冲突之下，随时都有这种叫什么大战升级，是吧？但是资本市场不管不顾，一路狂欢，这个值得关注。至于美股还有韩国股市、日本股市，咱们不管。胡适你不管怎么涨，说来说去都是沙滩上建高楼。我看这个假期，国内的一个媒体是个什么基金报还是什么基金公司评论美股叫崩盘式上涨，还是上涨式崩盘，说美股越涨越崩盘。美股崩不崩盘我不知道，但是胡适涨确实脱离基本面，沙滩上建高楼。这么看，胡适沪指很有可能在接下来2天也要创新高。我记得最高是4200点没到，恐怕也就是明后2天一哆嗦就到了，也会创新高，但创了新高也不改叫沙滩上建高楼。我看今天的热搜上面有一条说，这个追觅的 CEO 俞灏建议年轻人别炒股。融资中国还有界面新闻都报道了，说追觅科技创始人兼 CEO 俞灏又有新言论。5月6日，俞灏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今天又到股市的交易日，但我建议年轻人不要买股票，我自己是不买任何股票的。我觉得在45岁前就应该用你的智力、勤奋去换来钱，到45岁以后才是钱生钱。在他看来，之所以总能听到身边的人因为买股票而有所收益，其实是一种幸存者偏差。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不应赚太容易赚的钱。即使你在股市赚了钱，这个钱来得太容易了，容易的钱挣多了，你以后就不愿意去再挣难赚的钱了。这个时候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俞灏说不过他强调，如果尝试做了投资也没关系，毕竟牛顿年轻的时候也做了股票投资，也亏了钱，但不要留念。针对富二代群体，俞灏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称他不建议他们去做投资，应该自己去创业，或者老老实实在一家公司好好的工作和发展。此外，俞灏还认为硅谷的创业者一代不如一代，奥特曼不如马斯克，马斯克不如乔布斯。他给出的理由是，美国企业家之所以讲一个单边故事就行，是因为他们有充沛的资本市场做支撑。这个追觅科技的创始人 CEO 俞灏，他这个言论我看上了热搜。他这言论说的怎么说也要分开看。他劝年轻人不要炒股，我觉得这是对的，年轻人不要炒股没毛病，这咱是天天在传。但是他说投资富二代不要投资，这个我觉得也得看情况。年轻人投资炒股其实也不是说不能炒，我在很久以前其实观点都已经变了，也就是说你要炒股其实也可以，那你就去玩，是消费的心态去炒股。我就是想叫沉浸式体验，我就想知道一下这怎么讲故事，怎么样就被套住了，怎么样你买什么就赔什么就跌，你一卖它就涨，我就想亲身体验一下，还有这么神奇的事吗？
前面一割肉，它后面就涨停。你前面那股票涨得挺好的，只要你一买它就跌，看看这到底是什么魔咒，对不对？也感觉好像庄家就盯着你一个人，专门给你反向操作。你想体验，对不对？可以拿5万10万的去玩一下。所以我建议大家不炒股是什么？你不要拿自己的养老的钱，不要拿身体每天8小时赚的窝囊废，拿这个钱去股市搏一把，想突破自己的圈层，想通过这个来什么财富自由，甚至那些很多刚被裁掉的拿着赔偿金的，本来他应该去骑上他的电瓶车送外卖的，或者开网约车的，结果他把这个赔偿金拿着在股市里面准备怎么样的，这些千万不可取，这个你就是找死。对于那有钱的，你说我就5万块钱对我来说无所谓，就像胡一金老师这种几十万对他来说无所谓，全赔完了他也不至于活不下去。你翻一倍他也对吧，也不会因为翻了一倍他就胡一金老师就这么改善了。这些人他可以拿进去玩，这是一种叫消费心态，这种体验没毛病。所以说你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散户就是这样的，刚开始就是玩的就认真了就上头了，就梭哈了，就开始加杠杆了，最后玩成地波老人那样的，不停的加仓，最后就玩成谁？实际上就跟建功爷叔一样。你想想，建功爷叔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也是有控制的，人家认为这个风险可控，但是玩着最后就全部进去，到现在还在加仓，把自己退休金在里面加仓。散户很难控制自己，也很少有人说真的说我就拿5万玩一玩。你拿5万玩一玩的时候，容易5万的时候你玩了，因为你心态好，说我玩，反而可能赚钱，5万也可能变成8万，8万最后变成10万，翻了一倍。这时候散户就开始后悔了，当初我不知道听了谁说的，拿5万玩一玩，我但是要拿100万，这不现在不是200万了吗？如果再加个杠杆，我100万再借点钱，200万，现在不是400万吗？他就会这么想，他不会想自己运气太好了，瞎猫碰死耗子，他会后悔，他觉得本钱放少了，只放了个5万，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很有可能开始加仓，结果5万的时候涨一倍，100%才赚10万，才到10万赚5万，你要100万一加仓，好10%你就赔10万，把前面赚的钱全赔完了，再给你来个50%，50万没了，是吧？再操作错几回，基本上就是裤衩子都没了。想解套遥遥无期啊，下场就跟建功爷叔一样。总之，玉浩他说的这个心态也对，也就是说你赔了就赔了，心态调整好一点，就跟牛顿一样的，牛顿这么牛的人，年轻人炒股被裤衩子赔掉了，还好多人什么丘吉尔炒股也是裤衩子赔掉了，还有谁啊？名人炒股赔钱的多了去了，就不要一说就是巴菲特，这叫幸存者偏差，这是玉浩说的，这没毛病。你老听说谁赚钱了，那都是幸存者偏差，这赔钱的都不说，你知道吧？赔得惨的，就同一个人，他赔钱的时候他忍着，稍微赚点钱的马上开始到处吹，所以给你的误解就以为这个人赚钱了，实际上不是，总的算下来他还是赔着钱的。说到巴菲特，现在有个现象也要大家注意，如果你还在炒股，一定要注意了，不要拿巴菲特不当回事。我看有媒体报道说，95岁的巴菲特正在等待一场世纪大暴跌。最新数据显示，伯克希尔第一季度现金储备囤到了史无前例的3973.8亿美元，也就是说，就是伯克希尔现在手上现金接近4000亿美元，并且这个巴菲特他还说，我1965年接手伯克希尔以来，市场至少经历过3次以上的暴跌，超50%，现在这点波动什么都不算。如今巴菲特现金储备占比已经飙升到58%，也就是人家现在是半仓的不到，小半仓。类似这样的现金超过持股的情形，历史上仅仅出现过4次，每次都应对一场大暴跌。那就给人感觉巴菲特现在可能预感到一轮这个史诗级的大暴跌正在未来马上要发生，所以他现在在卖股票，在囤现金。这个怎么说呢？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当然了，牛市市场稍微好一点，很多这个金融消费者就不拿巴菲特当回事了。为什么呢？就只要这个市场稍微好一点，很多人表面上看着赚钱了，个个都觉得自己应该是比巴菲特要厉害一点，只是本钱比巴菲特少了一点。很多人都认为就投资这一块，巴菲特已经老了，跟不上时代了，
还有人在网上披露了，大家要小心外资机构唱多，什么意思？这1年多，这高盛一直是在唱多虎市的，也就是说什么全球看好中国资产。这个大家知道，高盛是一篇报告接一篇报告，每天都是鼓吹看好中国资产。但是有人统计了，到2025年12月31号，高盛持有中国资产8000亿，截止到现在，说高盛只有5200亿，也就是说高盛是一边唱多一边在减仓，还是要小心。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文泰科技，因为这轮牛市半导体行业是一轮暴涨，这按理来说这个文泰科技应该是风借火势是吧？火助风势，应该正是烈火喷油、风生水起的时候。结果文泰科技被新 ST 就是披星戴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风险警示。2020年5月6日实施后 ，A 股简称为新 ST 文泰。公司被这个2025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这个报告，你这个财报，我审计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你无法表示意见，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个文泰也不容易，我这里就不多说他了，因为说实话，他们公司我以前很了解，他董事长老板詹学正，他这公司最早在上海他是做手机设计的，Design House， 从手机设计公司慢慢的后来借壳上市了，上市之后他就运气不太好，连踩几个大雷。这最近一个雷就是荷兰的一家半导体公司是吧？他收购了，结果这个叫安氏半导体，现在为了安氏半导体这个控股权，因为文泰花了大量的价钱控制了安氏半导体，但是现在这安氏半导体它被荷兰这个国家有叫什么叫技术什么禁令、知识产权等等这些东西，导致它收购就变成你没法控制这家子公司，钱花了，你虽然是大股东，但是你控制不了这家子公司，而这个安氏半导体又是文泰科技的核心这个业务，你对你的核心资产控制不了，那就这一条，会计师事务所他也没法给你出意见。那这个玩意你说你怪文泰吗？好像也怪不了他。这是整个西方和中国之间的这种关于技术封锁半导体，所以文泰也不容易。从当初搞手机设计Design House，到后来借壳上市，到现在面临着要退市，眼看他建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要楼塌了。到资本市场去耍的不全是赢家，也有倾家荡产的。这里面我们再说一说，回信老师目前来说应该是叫风险可控，一共就几十万在沪市，占他的总资产的可能10%，可能到不了10%都到不了，占他现金资产的10%，这是我推算的，他的现金资产10%，他的房子不算，就是他可动用的现金，我认为10%在沪市，所以说对他来说沪市涨跌其实都不重要。回信老师今天主要是对这个伊朗的外长访问大国做了一个发了好几篇微博，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分析。我看了一下，这回信老师这个分析就是总基调还是秉持着一个为赢先麻的这种格调，反正他先麻一个给大家看一看，完了之后再分析。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将于6日应邀访问中国，是大新闻。老胡做些分析，他说中国与伊朗、美国都保持着强大的外交沟通能力。按照美方透露的消息，特朗普总统定于本月中旬访问中国。就在前2天，中国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美国 C-17 运输机降落首都机场的视频和照片，被推测美方已在为特朗普访华做准备。这里要插一下，我看还有好多网友说这个 C-17 还出现在了广西桂林机场，难道特朗普还去桂林吗？特朗普去桂林干什么呢？这我个人分析推测，要去桂林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就要回忆那个什么陈纳德飞虎队，以此来这个显示的吧中美两国这个曾经的友谊。那你要去桂林，那特朗普这不是跑到桂林去看这个桂林山水甲天下吧，对吧？他现在这么忙，当然这个我看是传言，就是说这个在桂林那儿也出现了 C-17。如果说特朗普要去桂林的话，那只能说明这特朗普此行恐怕是发难，这可能性低一点，重续这种过去的这种友谊是吧，更多一些。这个
当然这是我题外话。胡锦老师说，他说特朗普访华，伊朗问题不太可能成为他的主题。老胡相信，很多人与我一样，很希望美伊尽快达成协议。这个胡锦老师又胡说了，这不是胡锦老师那是想一出是一出。从这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以来，这胡锦老师他是希望伊朗要痛揍这个美帝，对不对？要把美帝陷在那儿，要把美帝的军舰给他击沉击熟，要看美帝的笑话。什么时候说希望尽快达成协议了？这特朗普说，对吧？伊朗在跟他和谈，这个胡锦老师坚决不承认，说不可能的事，都是特朗普胡说八道。伊朗怎么可能和谈呢？伊朗的新领袖哈梅内伊，对吧？这个穆杰塔巴誓言要报复，老哈梅内伊尸骨未寒，就是还和谈。今天胡锦老师摇身一变，说很希望美伊尽快达成协议，为啥？难道伊朗这边是大发善心、突发慈悲，饶了美国是吗？还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懂。就胡锦老师这个，也不吹这个伊朗的叫什么？叫不对称优势？怎么不吹这个伊朗的不对称优势了呢？可以掏单插眼呢？说到这儿，我也插一下，有点跑题。最近那个网上刷抖音刷到这个叫抖音50是吧？又是一个这个叫传武大师，叫什么咏春传的这个大师叫什么？是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忘了。跟一个自由搏击爱好者，两人在台上比武，结果第一个回合是吧？就把这个咏春拳大师这个就来了个叫什么断头斩，那叫什么？反正把脖子给勒住了。你这如果再不，他只能认输，不认输那脖子被勒断。哥们儿第一回合都没撑下来，就是咏春拳大师，这都不重要，因为打这比赛嘛，对吧？有输有赢很正常。关键是比赛之前，这个大师跟那个传武爱好者两个人来沟通怎么比赛，就是用什么规则打。那个传武的那个就是自由搏击爱好者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啊。他说就按你的规则打呗，就是按自由搏击或者叫什么能在舞台上那个拳台上那个规则打。那这个咏春拳那个大师说要按我的规则，那就是可以插眼踢裆，只要插中眼睛踢中裆，那就算你输。让我想起了这个，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胡锦老师这种叫不对称优势啊，想想就好笑，就是把这些当规则，我只要插中你眼睛或者踢中你裆部，你就算输了，就是按玩这种规则，放着那么多比赛规则，对不对？行之有效的，就是比如说泰拳比赛有规则，什么 MMA 有规则，拳击对吧？还自由搏击，那么多都是规则，都可以在舞台上拳台上去比试的，人家不讲。人家讲的就是踢裆插眼，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胡锦老师为赢先麻是吧？犹如霍尔木兹海峡对全球经济特殊影响力，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现在都希望战争停下来，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做建议分量无疑是最重的之一。你看为赢先麻嘛，对吧？中国是战前伊朗石油的最大购买国，也是伊朗所需各种资源的最大供应国，今后伊朗重建对中国的需求也将非常大。胡锦老师就搞不清楚什么叫市场经济，他对中国需求大，重建对中国需求大，那他重建什么东西是别的国家买不到是吗？日本、韩国买不到是吗？人家重建这个钢铁厂，重建化工厂，欧盟的就买不到是吗？对他禁运了是吗？对吧？以后重建什么意思？重建意味着这个美西方的这个制裁解除了，他还不是哪儿便宜去哪儿买，对吧？这老子修地铁都把大国的这个央企给踢出去了，用的是欧洲的，对不对？这胡锦老师忘了吧？对吧？你给老子就卖一些什么卫生纸，对吧？餐巾纸、袜子、耳机什么之类的，被老子坑的那又忘了是吗？胡锦老师这就典型的叫好了伤疤忘了疼。胡锦老师说，他说中国是在国际关系中与美国最平起平坐的国家，我们的态度低调，但分量很重。另外，中国能够以尊重美国，同时完全自我独立的方式与美方交流意见。美国和伊朗当然都希望以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实现和平，但是它不现实，或者说为达此目的，他们需要继续付出巨大的经济及政治代价。很多人都分析，双方的公开态度虽然都很坚决，但是他们对做出必要的让步很可能也都有了一定的精神准备。
但是率先眨眼让步，通常被视为谈判策略的大忌，特别是美伊之间毫无信任，伊朗对美国的信任尤其是负数。仅过去1年，伊朗就在谈判过程中2次突然遭到以色列和美国的打击。如果美伊有意愿达成协议，中国还能联合俄罗斯等国，对一旦达成的协议得到落实提供必要的保障。这胡金老师又在开始，你雕盘就雕盘，你不要往家里雕这个屎盆子啊！你这不就是雕屎盆子吗？大国是不会揽这种事的，大国只想做生意。你看这胡金老师真的是雕过界了，居然代表国家发言，以后还要这个监督美国跟俄罗斯一起监督美国以色列对这个协议的实行，这不是开玩笑吗？这还有给自己揽活了，这些都是老胡的个人分析，还好是个人分析啊。美国财长贝森特4日向中国喊话，敦促中国加大对伊朗的外交力度，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同时高调宣称美国对这条全球关键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然而老胡觉得，无论是美方还是伊方，如果想让中国帮忙推动打破僵局，除了要求中国劝对方，自己也应该尊重中国的合理化建议。双方如果都想让北京单方面施压对方，是不现实的。你这自己给自己加戏，对不对？胡锡进老师不要给自己加戏好吗？你就一句台词，结果他生给自己加了这么多戏，你说怎么弄？想想看，美方做了那么多轰炸，伊朗把海峡卡得那么死，都没有自己希望的程度逼退对方，中国一个建议又怎么可能做得到？这胡锡进老师好像就清醒了一点是吧？知道一个建议做不到是吗？我个人觉得，如果中国发挥作用，需要双方都展现做出妥协的意愿，中国能够运用自己的信誉，帮助捅破双方因互不信任难以捅破的窗户纸。总之，老胡希望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此关键时刻不白来中国一趟，希望中国实力和公平公正共同塑造信誉，能够成为中东走出这场战争的推力之一。总之，胡锡进老师又麻了一会儿，这叫秦始皇吃麻椒是吧？赢麻了。秦始皇看电线也是赢麻了。但是实话实说，阿拉格齐这次来肯定跟特朗普来肯定是有某种关联。某种关联呢，实际上合理推测应该是大国或者是伊朗方面找大国，或者是大国，对吧？给伊朗方面这个递话。递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朗子你到底怎么谈？想不想退一步，对吧？如果你愿意退一步，那这次特朗普来，那就对吧？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话平台吗？那就把朗子的这个意思给特朗普，对吧？说一说，不就完了吗？递个话，这就是带个话，实际上就这么个事。为什么说顶多就是带个话呢？因为朗子国内很复杂，谁说了算都不知道，对吧？谁跟朗子打交道，那都是出力不讨好，都是白搭功夫。因为你跟那个川西庄的谈完了，川西庄的说的都好听得很，对吧？什么都行。但是回到他国内，那卫队不同意有什么用？你不是瞎耽误功夫吗？你这不是浪费感情呢？大国跟朗子打交道，那这一块吃亏最多的就是你跟那些外交部，你跟朗子的政府官员谈好了各种投资，对吧？框架几百亿美金的投资等等一大堆的，但是落实的时候根本就落实不下去，因为卫队不同意，卫队也要分一杯羹，所以大国在朗子的很多工程搞了一半，搞了一点搞不下去，对吧？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港，恰巴哈尔港是吧？你当初不是大国的吗？大国投资这前期投资的下去了，还把轰走了，最后朗子把这个港给了印度，这个大家有印象吧？所以说，这大国跟朗子打交道，那是吃亏最多的，也不说吃亏最多吧，至少是知道它里面复杂，对吧？你跟谁打交道你都不知道，跟谁打交道有用，你这个时候跑去还什么担保，对吧？还要跟俄罗斯一起来保证这协议的执行，这不是开玩笑吗？胡锦老师雕盘，居然雕回了一个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揽活，要干这个出力不讨好的事，对吧？有句话叫没有金刚钻，不要揽瓷器活，对吧？送给这个胡锦老师。
另外，胡锡进老师别忘了，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影响最深的是谁，对吧？这一块大国是受害者。第二个，伊朗不能有核武器，这是全世界的共识，不光是美国一家的事，也不是以色列一家的事，只不过以色列更上头一点。只不过特朗普把这个当做对吧他的任务，实际上朗子不能有核武器，对全球而言这都是最重要的。这个特朗普拿这个话怼别人，一怼一个准，对吧？随便哪个领导人，特朗普说你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吗？人家回答都是不希望。所以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对吧？那大国应该跟老美是站在一个战线上才对。所以胡锡进老师又自己加戏，又自作多情了。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